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杂志。今日是年初四，也今日大家可能免全都食到当澎湃，还没食到有些牛改嘢咧。今日我哋嘅节目就帮大家轻松一下，帮大家试试较清淡嘅料理。过年也同连续嘅假期，有不少人會安排去苗栗嘅太湖摘草莓。冇錯，以下當係草莓太出嘅季節。講到草莓，除咗做水果食，一般人都會拿來做雞卵糕，也係做點心。不過有食過草莓嘅豆腐花膜，記者張飛儀讓吳相平讓介紹無窮樣嘅草莓創意美食。草莓味帶一個。好。唔食過清好食嘅豆腐花係乜嘅呢？鳳頭豆腐花還係歡迎豆腐花，係講將自己嘅果子表現豆腐花地度，冇實實上一下嘅，啲口感重要嘅傳統豆腐花，加入又紅又香香嘅草莓，組合起來會係樣板嘅美食呢。草莓豆花好咯，香醇，然後又有水果的香味。還有豆花店，你豆花店開了好多年了哦。這邊第5年啦。第5年哦，那我也吃了有5年了。豆花還蠻不錯的，草莓覺得也可以啊。對啊。整個口感吃起來你覺得如何呢？酸酸甜甜的。用傳統方法製作嘅豆腐花，寫嚟出黃豆香，高加熱刺激嘅草莓，半當然寫嚟會親民。像兩下凍豆花，其實不外乎就是什麼紅豆啊、綠豆啊、粉圓啊。我們會想講啊，其實一般來講，像水果，其實一般水果不外乎就是跟冰一起嘛，就是冰而已嘛。像講豆花本身。口感還不錯，那加上草莓，其實，這個應該是在我研發的過程，我們一直在試啦。原本係上班族嘅劉水珍，因為好食豆腐花，故所辭退頭路，開業一間豆腐花店，想要做出老披薩無共樣嘅豆腐花，佢想到位利用果子。草邊啲草莓有沒有？草莓哦，品質唔好，樣板唔好，顆粒很小，冇縫，白白的。結果呢？改為較順啦，啱順都冇好食啦。咁所以唔得咧，全部都唔賣，都推貴啊。嚇？都推貴啊。係啊，貴下推盡啊。呢度本年下食嚟到最遲嘅果子，劉水珍堅持使用苗栗太湖嘅果山有機草莓，邊摘邊送。呢種品質又看唔好，感染生理唔足，也唔感染大塊名聲。大家其實會覺得像有機的話，你會吃得比較安心啦，因為至少它可能不是會打所謂的成長素，或者是農藥。劉水珍還開發了其他口味嘅創意豆腐花，強調用生老空間。像水果啦，芝麻本身黑芝麻其實對人體嘛懂後嘛，也都會促進新陳代謝啦，各方面等等嘛。那紅豆的話，香港，只有紅豆其實蠻單調的。那市面上嘛懂豆啦，然後我們剛剛加上所謂的白木耳，然後山藥。因為了好有食材，成本當然較高。雖然剛開始嘅時節，有人下嫌棄嘅豆腐花挺貴嘅，生理性唔好高。唔過劉水珍用新做豆腐花嘅堅持，食過嘅人都講懂吃得。就算天時凍寒，做得太濕也愛食餅。起碼嘅口味嘅餅，本人唔差天寒也愛來食呢。嗎？好，以太盤嘅雪餅當紅，冰冷草莓，然後一球草莓冰淇淋，高淋盤盤嘅水牛奶，
但像係用看就本人見吞後難。因為草莓我們都是採用當天的水果。草莓我們中午要賣的時候，早上的水果幾乎都送來，都是當天的草莓，所以很快，因為台灣很小，台灣東西嘛，所以太補吧，一點鐘就都台北，馬上處理，馬上賣。當日送來。當日送。啲中央廚房地圖，人工爭啲動流料嘅切體草莓嘅地頭，一籃處理好嘅草莓，愛隨便以冷黑唔土嘅冷凍室。調價講，處理水果就像攞時間照相機樣嘅，時間一拖長，果子就唔齊，變到唔好食咧。它最重要是速度，處理水果的速度非常重要，因為水果的速度處理得越快，它的保鮮程度越好。按用米糖當做吸入最好的一個水果冰品。一般來講，寒天係餅品銷路都唔好嘅時節，唔過來食餅嘅人係動多。做地本人客唔驚寒風見骨，沒有來食一盤草莓餅嘅原因係乜嘢呢？就是反正到了永康街嘛，然後想要吃冰就會直接走進來。對啊，是有一點。我剛剛其實是說我不要吃它，吃就好，但是看到草莓我就忍不住就吃起來了。對。董廚在考慮這個要不要賣冬天要不要賣冰哈，我們考量的不是在於生意，我們是覺得草莓，我們還考量還是在水果，因為這水果太棒了，全世界人大家都覺得最棒的草莓在日本嘛，他們覺得，但是我到日本吃了以後，我發現他們草莓並沒有比台灣好啊，並沒有比台灣好，所以呢，我們當初要賣這個冬天要賣這個草莓冰的時候，其實我們考量的是說，我們想把這個草莓推出來給外國人。謝謝，謝謝，請慢用，謝謝。細一粒草莓，加啲創意巧思，就做得變化出豐富多樣嘅食法。公園期間，食味員樣係嘛，一下都學係草莓太出嘅時節，做得用草莓做啲創意料理，品嘗新調味，也加啲咧生活嘅樂趣。有人做等泰山來食餅，係咪一般吃到真有精神的？接下來介紹嘅一個東西，也係過年嘅時間較少會食到嘅，就係豆腐皮。一般按照啲市場上所買到嘅豆腐皮，大體都係用機器大量生產嘅純手工做嘅豆腐皮，以下已經都難看到嘅。今日按照人介紹啲花蓮縣嘅吉安鄉，有一隻做手工嘅豆腐皮，作為將軍40年嘅阿婆飼兩妹。但日半夜2點，阿婆屋卡做下嘅天火就錯嘅，煙囪杆也開始出現。按辛苦就係要做定古法，做出清好食嘅豆腐皮。接下來嘅報道，人就再帶去吉安鄉去體驗阿婆佢親手做嘅傳統好味道。早晨2點，唔建議老婆娘飼兩妹，準時放床起火，準備嬰兒嘅生息。記得差唔多係花蓮縣吉安鄉最早放床嘅人。唔建議夫妻做頭呢，食老浸水之前6點鐘嘅黃頭誒，容易天通冇燒地被蘑菇，煮好以後過濾是變成頭呢。過來由飼兩妹加工做成頭皮。先做頭包。呀，因為頭一下好兩件吼，做機會較軟較綿，較難做。較難做做頭包就真好，按那做頭床吼，我等下第2回又回頭又愛個做，我愛個做嘅，做嘅愛也頭一下做裝出來吼，也頭一下也較爛較軟，唔會走水。你看呀，啲頭一下呀頭包出真好食，軟。湯飼兩妹一下講頭包，一下又講頭床。事實上，頭包同頭床只係一樣嘅冇同樣，食起來口感係相同嘅。因為拿頭呢，容易釋放鹽味嘅地位菜，嗰一下頭呢嘅表面是結成泡泡嘅皮，也就係頭皮。
那时节用竹的老头皮卷起来，是变成头床；老皮留起来，再做四方形，是变成了头包。要下摆的水，太木头下摆装水，用整呢。唔係直接燒。唔係直接燒做唔得，它會更滾，它就不會結這個皮啊。今年64歲嘅徐良妹做頭皮已經有37年嘅時間。徐良妹講，佢人唔建議原本到花蓮用力種水果，因為奶肉越來越臭，種出來水果品質唔好，將會辦到兩位改做頭皮。啊，像這樣來哦，目前好買牙呢。啊來到人就講，這樣子他講人老實。誒，你來呀，位啊，人講嗬，來講啊，那錢加鹽，加米物芥嗬，谷加鹽都唔怕。所以哦，嘅哦師傅，我去後目前好問師傅呢，去我嘅師傅啊，啊這樣啊，冇米嘢就去個米店哦，先去拿來試呢。哎呀，真辛苦呢。到底做頭皮有幾辛苦呢？首先要用入是100度的滾水，讓再吹出一種種的頭皮。故說到徐良妹做頭皮嘅地度，長條熱到本人都唔掉。啊，個頭水，嘅技術，哦，前日，我真趕太了。你看看安尼哈，你看，我每天就是這個動作。要磨一根蟲呢，啊嘞哈，就這樣，這個拇指哈和食指這樣拿竹子哈，啊兩邊就職業病啊，差唔多年lang的啊，呀，兩位較重的位唔看要不痛啊，哎呀。除咗呢以外，徐良妹人唔建議當日臨早晨2點起床以後，所以來來回回嘅行通，做定同樣工作。一直到當主讓做得歇困。聽講了，啊，像個話頭包嗬，個過年啊，人節大家是因為無愛未來嘅嗬，無愛未來嘅嗬，人哋為大家量能做清少，啊，人節嘅都實在人攏買清多嗬，啊，所以講嗬，啊個我就乾貨嘛，也夾唔來咩，頂多做個30斤就好累啊啦嗬。啊，個做吼，個做挖起來，唔要掉起來，啊，見行哦，多麼帥哈，見行就會發夢。一件頭吧，50塊頭吧，50塊頭吧，然後頭長20。哦，咱看你包出嚟啦，冇呀，你講看樣了。嘿，好，對。早晨頭5點過後，到當天買雪蔗嘅人，所以陸續來兩位買頭呢。記得講，5個頭呢是品質保證。這個民宿老闆啦，以後你們要來哦，他那個椰梨小個大碗，你看喺豆奶個大碗哦，夠早餐。哦，你這唔就過來10年嘅歷史啊了？有啊，30多年了。30多年啊。是啊，佢多張很大呀，很大呀。配味嘅有嘛嘅無強用？也較濃啊，較香啊。等到早晨頭7點半，唔建議是騎定奧多拜，然後頭包留頭床拿到市場去。哎呀，好，我是跟你講假袂記憶。哦，係啊。有啊，所以你有講啊。開始。因為頭包留頭床都係現做嘅，故所唔建議記得留幾日點頭加1天嘅量做起以後，最後讓開始做頭皮。然後挖唔會平，挖起來有冇？有啊，我挖分開，挖唔會平就會，因為反正我也習慣咧，講挖唔會平，那挖又平，那挖然後挖唔會平啊，譬如你啊。也會這樣斜的，這樣就不平了啊。不平會怎樣？冇講啊。留起來頭皮，可能冷到暗骨頭，當算係做好嘅。徐良妹講，從記得那種用古法製作嘅方式，到基本上已經係最好嘅呢。辛苦啊！
做算头摸头的啊，摸我看到木头都去煮啊，都拢会出力啦。伊个机器做的吼，是讲伊个用像遐磨砂的磨吼流出来，伊就直接用那个管吼，直接个蒸馏过去，伊一管是那个蒸汽嘛，啊，伊个头呢磨出来，出腔啊过去就熟的，所以它的时间是差在这里吼。有熟，但是佢夹，啊，外咧安尼煮会较慢火，就所以讲要较会香啊。因为牛肉嘅头呢，老头皮都会用手炒嘅，故所食起来口感比较较香。不过阿婆讲，佢做手工头皮，就算再好食，也比唔到以下用机械化大量生产嘅冷冻头皮。当然喜欢吃这个，可是还是考虑钱的问题呀。哎呀，钱的问题呀，佢富士团去做生意的吼，利润较高，较好赚就好了啊。佢就按哪个啊？啊买哎呀，买，佢讲无赚钱，无去买啊。当日拄到充满热气嘅屋嘅地板，起上10点钟，千多人都满饲料买，一下家生意呢都太热，做乜解还能做到咁辛苦？我感觉当日吼，听讲迄一多人来啊吼，我讲咱无做迄拢无人来了，系啊，啊一多人来吼，因为朋友样的啊。唔盼得掠到几十年嘅老主顾，也唔盼得掠到用嘅30多年嘅老古董。当然都系临早晨2点，饲料买屋卡爱屋嘅就点起阵天火。地摆都有看到佢哋两公婆工作嘅身影，虽然辛苦，但是饲料买讲，只要身体健康，其实会一直做下去。饲料买讲豆腐皮系早嘅，食起来会较香；至于豆包老豆肠就系现做嘅，食起来会较甜。为了做出清澈嘅豆腐皮，阿婆单日都会当做来烘床。我一种生活各位贵生人，阿婆讲佢做酒馆呢。以下嘅饲料买唔单止做豆腐皮，还做新生哦。因为家嘅豆腐皮实在系太有名嘅，当地嘅幼稚园、老小學都會去教屋卡做戶外教學。飼料買一面做一面講解，也係越做越歡喜。
天是祝你新春快乐，诸事如意。嘅日集波圖喺印度鐵路順利內地波圖嘅 TCC 適用海岸線，記者車架連由陳志南去帶領行一轉經過為新竹、苗栗、台中、到彰化嘅海線鐵路。除咗集權台灣海峽甘肅海洋嘅密西之外，喺我本認識包括嚟潭灣、雲南、水分總共50超過80年嘅樹頭做嘅老茶頭，好好來欣賞一段鐵路最重要嘅特色。還有值得保存嘅文化。為1928年縱貫線通車嘅時節，中南到中巴嘅海岸線鐵路還冇有。為咗改善山線路段嘅運輸，西部海線鐵路就在1919年開始起，1922年10月10日全線通車。該條線用數個起嘅路部岔頭，從中南開始，包含潭灣、台山、新埔到台中以南對分兩條岔頭。本地下海線鐵路東入羅古梅，天地日頭落山嘅海水也充滿裊裊嘅快球風。海線鐵路南下嘅第一站潭灣站，為在苗栗人嘅草橋鄉，比縱貫路面大嘅站房。只有看到草場熱台，讓做得看清楚規則插頭。宇宙潭灣是為草橋火炭、公館風雅、老南莊石炭也都貨物轉運來顯示。兩下兩道面色綻放，該條是還係用日本進口產物起嘅，經過夾擺體統老風采，還係好好嘅。很有思古的幽情，因為冬暖夏涼，嗰期很有古意，也係咧，嘅結構啊，咧就以日本式那樣的結構是建造的，沒有像以前台灣嚟做，嗰期啊，壁嘅邊嘅壁，地板用竹嘅邊咧，用片用嚟了浮起來。經過780年，也他們火車頭，不管係站樁也係站房應案，佢哋全部係生發，都係哋坐下來完成。像你哋看到嘅，對主菜主盤都係哋哋。香港嘅後部係看到，不管你係當然洗碗也係洗菜，沒有哋哋答不。還有，也還係順頭，你全部一家一家，也係本叫表到碗，也係佢到一家嘅站務。咁過你啲東西，看到 QQ 有按落，凍結喺半年以後，全部都係封貼、收貼，變成一隻保護嘅位所。單槍係做下辦公室，因為兩下當年上下車嘅旅客冇到130，係講當地嘅起價送櫃工廠全部翻新，潭灣站3班至經濟站擺方式也將會搬拆體，為了使為變新一隻蒙人招呼站，人工運作也只是變新歷史。站6.8公里，為在後龍轉嘅台山火車頭。1922年海線通車嘅時節，因為附近有東到海岸階梯，本台自然침蝕，從腳趾嘅融合，所以係按照台山腳節。
一直到民国58年将改按做台山。台山站除了其他嘅海線路火車頭強弱，現時嘅建築全部係用沉木起嘅。新個遇到冇強用嘅係，因為火車頭面前台山里大東東人，東到當年去中南新竹做西山里，然後東到里下都經過里位，這次都半火車頭人員動好，到目前為止都還係維持夾定嘅建設站，24點鐘都有站務人員管理。各位旅客，前部站未到嚟，請準備下車。天地廟里通宵經過歸路藍藍嘅海，就到嚟充滿優雅日本式風味嘅新埔站。在呢位最特別嘅係，在恆春月台在叉頭台塔，啱時就看到海咧。係海線鐵路度離海最近嘅日宅叉頭。到其他海線所做嘅路叉頭冇強壯，新埔站門口就斷啦。而恆春叉頭就做得看到台灣海峽。不過最珍貴嘅係，數個起嘅站房就在保存到里下86年咧。就將就使用風格嘅造型之外，然後其他數個做嘅叉頭強壯，就列老妹嘅結構係主要原因。像係日本式三角形木凳，然後台糖送窿柱，來時型嘅寬列窿柱，落型嘅灰窿。用眼窗，然後薄荷沙漢東那種嘅奶窗，係用做個長年嗰種奶嘅老米紅混合性嘅，全部都顯示嘅老棧風特別嘅為數。強壯1922年海線通車40站，為在推動大甲北偏沿南叉頭，即係台灣海石菜重要輸運站。雖然里下已經冇好公建咧，不過叉頭地度8條嘅鐵軌路，然後各區超大嘅後叉月台，係係前面嘅機頭擺嘅用件。因為以前有貨運站啊，所以變成要這麼多的軌道，有4條軌道，所以列車同時倒開這樣子。啊，這邊可以算是海線最大站的，因為有4個軌道，像大甲跟苑里只有3個列車可以到達交匯。雲南站係海線典型數起嘅老火叉頭之一，各區用式老台山叉頭下牆，建築特色也係三角形嘅木凳，用眼窗，外牆強壯係用做個奶油老米紅混合起嘅。另外，雲南站也係推動人體三隻延續古蹟嘅火叉頭。在山海各個嘅地方，有隻強用係使用式數做嘅火叉頭，就係適當方式用對分先光，也到鈔票當做樣嘅對分火叉頭。雖然大家冇按款咧，不過因為火叉頭嘅名額當吉祥，就佢係來買希望見幫天樣嘅對分到先光火叉票，就係單純來參觀老火叉頭嘅旅客，差唔多等於都當到。
对粉係日本化茶爐口嘅意思。因為茶頭為菜新鮮撈海鮮粉茶店，所以日本書台站名就按到對粉。不過其實該兩是山海鮮夾界，原本係在海南南片嘅中華火茶頭。部門為到縮短旅客湊茶嘅時間，將增加對粉線鐵路，直接從海鮮對粉接到山線南片嘅新港站，唔是高樓領到中華碼頭。同時也本台鐵貨運列車方便載運。當初就是因為在台中那邊因為貨運從台中那邊沒辦法從山線上去，然後為了轉到海線這邊來，所以在避免說這個貨運，然後還要到彰化再折返，就拉了一條成功到追分這邊直接過來。一般人都認為說海線最後一站大概是認為是彰化，事實上海線最後一站是追分。然後你從竹南坐火車下來的話，到追分的話是屬於台中線的最後一站，然後過了大肚溪就是屬於彰化線。對粉站因為在山海夾界，鐵路運裝嘅地位非常嘅重要。雖然旅客人員取消了錢，不過到基本日還係算係台鐵3等站嘅成績。另外，海線鐵路四川5隻數位起嘅火車頭，對粉站貼片嘅結構啦下台嘅站房，其實撈其他4隻4站冇乜嘅強弱。在台鐵海線嘅位所，全部有5隻路車頭，向日本市台都留下來，全部用燒而做嘅。不過哋咧。對粉火車頭，因看到，也唔管係烏色嘅出門，又係咧黃色嘅壁，係唔但像有日本嘅味道，係咪係咧有歐洲嘅感覺？往大烏條嘅數位起火車頭設計，日本式風格實帶住歐洲品味，為在推中站態度向嘅對粉站，變身旅客最受歡迎嘅老火車頭之一。超過80年嘅站房，當然也因為歷史悠久，本推中站列作延期古蹟。鹹鹹嘅海水味，撈鐵路嘅氣息。是海岸嘅海鮮風情，除了數位起嘅老火車頭，電牙嘅牛丸廠、好食嘅奶腸，另外加上人嘅時光，撈濱海細景嘅故事，可能係那係佢一切感同人心嘅魅力。傳統嘅鐵道為安江，唔單止係其歸路嘅風景，還有就係每一隻車頭嘅造型，做得講係都有一段歷史、老人文故事，變做當地文化嘅一部分。今日我哋介紹嘅廿5隻老車頭，每一處都有特殊嘅建築美學，我哋也因為值得保護老珍惜。就算係火車已經冇蠻多年來造嘅，不過保存一道傳統，做得本每一隻喺到一隻土地上嘅人，喺享受交通運輸利便嘅同時，也做得了解行嘅歷史。要不要雞排啊？豆子啊，還是要薏米啊？剛開始是那個糖尿病發作的時候，那時候他那一年30歲嘛，開始就一個眼睛沒有看到，然後一直來併發症，他就洗腎啊。第39年過世嘛。幾時生日嚟？
国中3年级啊，很有这样1年啊，已经有个差2岁很难啊。个时啊个负债差不多300万，还没遐呢，卖咸酥鸡呢，给创进来呢。好，你的55，55。差不多什么店嘛，什么店准备，可是都暗夜、深夜什么店。在这边夜市很休息要走，对不对？一个月虽然说赚不多啦，但是至少说家里什么小孩看得到啊。我从来唔会讲，我讲我有样冇乜干好本呢，唯一本呢就是说，是在退休你就尽量读，安尼很难的，不然我真的我们没有说什么啊。财产很多给他什么啊？只要他说能够读书，我就尽量栽培他。有跟莫去讲啊，他这边有比较好的一个归宿啊，我就很心安了。我知道敌人可能就是自己的心态，心理突破得了的话，其实敌人你也不用管他是谁啊，你就给他打下去就对了。无限组装的呢，还是特别好。强我灭得人呢，係鼓動講，我咪希望咧，大家有強心來照顧人嘅呢，去從事人嘅嘢啦。人生嘅苦感，敢若他人調了解。客家電視台啲今年嘅1月初一正式納入台灣公共集團，今日又到鬧熱嘅表演老慶祝活動。其中有一隻屬於台北市客家唱腔會，全部係由中年人所組成嘅雲下舞蹈班，特別受到大家嘅注意。一隻團體嘅成員係來自各行各業，而為校唱客家歌曲、表演客家戲曲，使來刺到腔下。雖然都係較成刺激，不過佢哋嘅專業程度實係唔會輸本專業團體哦。記者林秋烈、劉啟勇尊就帶人腔下來認識一群台北嘅客家人。樹爬向那大嶺台風化，每一棵土嶺做你稀稀嘅吹舞，鬧鬧熱熱去頭前。佢哋輕快嘅節奏，那嶺動車嘅腳步，繞來繞去，接下個天時，你公共系統嘅表演法同地圖，潤下舞蹈班帶來嘅巧婦，超熱嘅現場氣氛。你要拉嘛，你就一定要到尾的時候再翻，你就擺的時候調慢一點這樣，反正你這有幾個字啦。有篇班人類似各項工業，主要係做台面嘅，主要係快遞沙，主要係科技太重嘅調價用。大咗禮拜利用暗布頭車次強下練習，雖然都唔係專業嘅表演者，不過專業嘅表現，還係得到大家嘅重賞。我透過咪到冇嗨咯，今年自從參加了之後呢，我就覺得說當就成長哈，無論唱歌啦、跳舞啊，今年就戲劇哈。參加之前呢，台資家都創業啊，歐巴上樣嘅啊，參加了後呢，大家都後生20歲啊，會跳會搞會演啊，大家都歡喜啊。中圈高繞班、潤下舞蹈班都係屬於特別是客家唱腔會。用咗班嘅班中中選現老就每潤係兩公鋪，之前認為經費老人嘅問題，團體強為捱唔下去咧。不過於是咧對客家嘅同鄉，兩個人結結接下嚟咗自然。
因为经费啦，迄年年那么年较少啊，经费就无啦。常常结束的，挨两公婆来开起来，也再做就，不敢讲欣欣向荣啦，那就把最起码人员已经稳定了。佢哋機器建呢個上面吞變咗嚟麵條，遇到全的麵香，也經控制台北市臨近南路嘅麵店，一種呈現到這每日兩公鋪60個店。炸啦、蛋煙啦、水爆啦，這些應該就同啱啲喺度做，呢個夠啱講要慢做，又咪橋，又咪好食，又咪麵，其實兩面的東西啊，當然你客家人的米做的咁嘅美食啊，其實是都殊途同歸啦，原理是一樣。這裡25年嘅台面，更是唔家人好豐富自老挑梅料。為到會提供人客提次嘅麵條，等一百廿2點，大家喺水道洞天高嘅時間，呢度都已經開始做台面，食材係當辛苦。辛苦真係講啊，呢個水煙食，講啲水母先同你先做咗啊，水母啊，晏午頭11點到差唔多2點，3點左右，這裡冇水2點就好，啊冬天嘅時候，冬天哦，太熱好，看來救啊，5塊。喂，面店。哦，我人客來這啦，你愛偌濟？你愛偌濟？要3包提5包㗎。因為經過機器硬過，獨做嘅麵條就啲少，用天山吹浪，9日包嘅推起來。麵店當日都會出貨至7400斤，漲辣9日天貨4Q。老經驗個老先見親切嘅態度，本條價做起嚟迎客嘅心，迎客來買麵，還會帶電路來到條價同下分享。那個回娘家哦，可以帶糯米飯來，真的夠了，來一起吃。節目看冇了解這個麵店，兩公鋪於是嚟了解店，老是點住啲嘅10萬，兩個來個兩下子都係台灣太好嘅好趨勢。兩邊那個服務的服啊，那個服有2種解釋，一種解釋就是說它是一種昆蟲，另外一種就是它是一種銅錢的別名，銅錢就是小錢啦。小錢，我這間店雖然賺的是小錢，但是源源不斷就會充裕，就是慢慢就是小錢會變大錢。你好，先生你好，要休息還是住？客家人空手做5個2個東道，一個做連市行共聯發流轉分界葡萄版推人青年鵝，唔但搶係台北市最近歷史嘅競爭者，對客家師傅未係熱心參加。政府來講吼，家棟都興趣，咁樣氣味興趣啦，好像活力十足樣。佢全部行人，而且在唱歌，而且在表演，感覺講點樣講，好有活力樣。仲愛加緊唱講，有啲乜可能係後生咯。歷史條架樣，拿嚟麥克風起嚟推動，讓批出變奏3個先生。有咗班，其中3股1股係客家人，另外嘅3股2股都係河洛人。可以多學一學呀，對呀，可以多學習嘛。至少我現在就知道怎麼唱歌了，那個客家歌啊，我以前不會。覺得心情很好，可以學一些客家歌。青島人都唔敢喊出來，上厲害是講要上乜個辦法，你睇係黑人全部喊出來樣。啲客家認同，嗬，人啊帶到嘅外族群嘅，幫個學老人、外省人，本佢融入啲客家，就慢慢會好壯大樣。就這幾個人，那就夠，哎呦！有冇？有好起來啊！終於叫出來咧。客家戲曲嘅舞30公領表演，表演嘅3秒鐘拇指鬆溜，本土人大概都看到外踢。佢哋唔單唱搞舞蹈、搞歌謠，未搞客家戲曲。到咗禮拜唱30公嚟搞幾條客家採茶戲。不過從高齡81歲嘅30公最多，3位探熱出佢對傳統客家文化傳承嘅效力。咁啊，你係老戲呀？你講孔夫子啊，都唔講2年嚟夾1片。咁啊，那個王神，那個屁股就會點起，唔知啫，係冇。但係冇人見邊個啱到嘅，佢唔夾客家就傳承下去，係冇。以後
嗰邊那時係蠻學咯，蠻搞咯。那邊不是有原唱？那有誰想背這個？上亞區長度圍路強強咧，不過三叔公無論係家族信用，調後生應該舞蹈，也係學校嘅表現，都見自己只持住呢個原則，做乜嘅而從乜嘅，每每後生應當獨負。你客家個固有的文化、傳統的文化哈，你不管放山歌啦、菜茶啦，你木頭就愛啦，走出自己的班上舞台，盡量大家上舞台。表演給給這個社會大眾，讓我們本來你客家文化呢，我出去的人咪看得到啦。無論係古早班、舞蹈班，又係山歌班，有幾種媒體為生活大變嘅行業，雖離開故鄉，不過如此都記得自家係行業，雖抗地都是都，就有唔敢演出安樣本人服體，也係冇注意到。安樣住在本人感受到溫暖嘅地方，未變走動到都是客家人先求安慰嘅素材。無論係中區歌謠班，也係園下舞蹈班嘅成員，當道都係離開家鄉來台北打拼嘅客家人。台北並唔係佢哋嘅故鄉，嗰啲阿頭全部都係客家歌謠、老戲曲表演嘅團體地度，佢哋潛到嘅認同感，也潛到神快嘅樂趣。其實全世界只有客家人嘅素材，大體都會有一樣嘅團體。表面上看起來，大家只係來唱唱歌嘅，來跳舞，但係對於出外藏嘅客家人來講，最重要嘅心靈話曲。以上就係一個禮拜嘅客家新聞冊子，也感謝大家收看。年假差唔多要結束嘅，也提醒上班嘅人準備要轉去做事業。下個禮拜三也請唔記得暗頭10點要收看客家新聞冊子。什麼大家，安子 say 再見。